台湾话熬夜应该安怎讲？安怎写？拼美工内容是从教育部台湾闽南语常用词词典引用，示意开夜车熬夜，比喻为了赶时间，利用夜晚休息时间继续工作或学习。用力明仔载要考试，阁爱拼美工啊！明天要考试，又要开夜车了。请支持我，点击 subscribe， 然后再单击小铃铛，也不要忘了转发给您的朋友圈。谢谢，请点击下面观看同一系列的影片。